好啦，2019 DSE Paper 2嘅第19條啦，咁而家就話邊一個可以喺個框線圖入邊得出嘅。咁其實框線圖咧就係有個框框先，咁跟住咧都有兩條線咁樣啦。咁其實呢度最左邊嗰個點咧就係你嘅最小值啦，最小值，而最右邊咧就係你嘅最大值啦。而中間其實個框框入邊仲有一條線嘅，咁順次序就叫 Q1、Q2、Q3 嘅。咁偏左嗰個就叫做下四分位數啦。而中間嗰個咧就叫做中位數，而最右邊嗰個咧就叫做上四分位數啦。好，咁其實會見到分佈域咧係咩嚟㗎？分佈域咧其實即係講緊你嘅最大再減最細啦。咁既然可以喺個框線圖嘅最左邊同埋最右邊得到個最大同埋最小值，咁自然就會攞到個分佈域啦。咁所以1號仔係啱嘅。好，咁標準差係咩嚟㗎？咁其實標準差係喺呢度計唔到㗎嘛，因為你首先要知道其實標準差係等於我哋每一個 data 同埋你個平均數之間個差距，跟住攞翻個二次，再將佢哋加埋一齊，再除翻總共嘅數字，再剔翻個開方㗎嘛。咁所以你需要知道全部嘅數字以及個平均值先可以攞到個標準差嘅。如果唔記得咗呢度講咩嘅同學仔可以無視咗佢先都 OK， 因為平時都係靠撳機去撳㗎嘛。但係你要知道標準差，首先一定要知道我哋有所有嘅數據以及我嘅個平均值啦。而呢度就係得個中位數，咁所以係計唔到個標準差嘅。咁所以2號就係錯啦。而四分位數間距即係攞我哋嘅 Q3 減翻 Q1，即係用上四分位數減翻下四分位數，咁喺個框線圖入邊都有嘅，咁所以都可以攞到3號啦。咁答案就會係 B 啦。